本人工作係天府之國的成都，也為啲四川盆地的西片，也為唔單止哦係美食的天堂，是阿妹嘅咩動向，涵蓋清定一下嘅太陽咩位故鄉哦。記得調控嚟咧。他們一天要吃多少量啊？一天有吃20公斤。20公斤。有硬礦嚟，上個係咪有東西食？以下就去看一下成都人係用嚟享受其他嘅生活。咩看一下客家鄉親，啲亞位係用融入當地嘅步調了。來去。都西漢的世界開始，就係中國六大都市之一嘅成都。1981年，被列作係國家歷史文化名山。呢篇石油史講過：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一發圖。可能嘅就係成都嘅豐富老秀麗，2000多年嘅人文傳承，到一下還係清楚看得到。今日阿上古就會天天相親，向下去拜訪一則歷史的名都哦。這地方剛剛講就很多文殊院，对，它是一個供奉文殊菩薩。文殊菩薩。对，文殊菩薩代表的是智慧。他们相傳是在明末清初的時候，那時候有一個叫做慈堵禪師的，他過來這邊結廬，然後修行。結廬修行之後，他火化。有個紅光出來，是文殊菩薩的紅光，所以說當地人就把這邊，把他以為他是文殊菩薩轉世，所以說把這邊叫文殊院。按你要見廟，按你有幾多年呢？明末清初300多年前。300多年前，按你沒機會哦。可是它在這裡保存得還算蠻好。然後中間也有修復了過幾次，因為以前是木質的為主，然後後來會腐蝕，所以說後來他又在道光年間，200多年前，他又再重新修復過。所以這裡也算是當地的，算係信仰中心嘛。文殊院它是南方的4大叢林之首，叢林就是一個寺廟。在這邊的話，人他們會說佛更多是融於生活裡面，不是說真正就是說每天都來拜拜的，它更多是融於生活。剛剛要獅子和董鐵片呢，一個是採元寶，一個是採那個銅錢。這個其實獅子是從大慈寺過來的，然後其實你會看很多人會去摸這個錢啊，還有就是摸這個金元寶，其實都是有代表，就是有招財進寶、有財運的意思。哎呀，剛剛看到董總經過後，就按了一名呢，從頭摸到腳，摸到尾。對對對。文殊院係一間清代形式的佛教廟，地度哦有50天，因為廟地度的文物、老珍貴的寶物當多。到也吼，香火含起動光哦，故所你變做係全市當有名嘅佛教聖地。一隻第4中心嘅文殊院，就當將上世地都嘅淨土用嘅，變做係向我親親尋心靈寄託嘅人嘅寶地。人家呢間廟地都老外講當暗地嘅事情，暗黑為啥因為地暗多事情啊？我在這邊做旅遊業，對，然後有時候也會帶團，對。所以就必須自己要做很多很多的功課。對，這些都是要自己在家自學吧。我想要把這些東西分享給客人，所以說你就會有動力去學習的。既然啊，第一擺來成都家，你喺來啲要喺來做些？我那時候第一次是過來玩的，我表哥他是那時候在這邊做工作，然後剛好我在航空公司，那時候有免費機票。很好呢，啊，真羨慕安永的你，你航空公司收些就有免費機票，可以飛到世界各地去撩。跟第一擺來家哈，你對成都第一印象係點樣？我那時候對成都最好第一印象是說這邊食物很好吃，很好吃。對，它會很辣嗎？更多是麻，更多是麻。對對對對。所以你喜歡這種對麻辣。然後還有一點就是他們的生活的節奏步調，很慢，很感覺就是很悠哉悠哉。我也喜歡，因為我覺得工作不是只是單純為了工作，還是最主要還是要生活。我覺得這裡是一個生活地方。你在做乜啊？3大炮。就多高嘞？對，它有點像是我們客家的那種糯米做的。這糍粑哎，糍粑有點有帶味哦。對，就打這個鼓。對對對。老闆你好。你好。你剛剛表演的特厲害啊！啊，3大炮。3大炮。
哇，它为什么叫三大炮啊？三大炮它又是刀柄做的，它那鼓上3声，弹在上面响3声就是三大炮。你要不要试试看吗？啊，我来试试看哦。对啊，哇，给他们都打坏了。老板，我可以试试看吗？可以。来玩看。好好好。可是为什么要先往上丢？这个福星高照那一招。哦，福星高照。哎，有没有？啊，有。都有。某单。不错。福星高照啊，财源滚滚啊，身体健康啊。3个愿望，3个都进了。这个是什么？黄豆粉。黄豆粉哦，底下等下问黄豆粉色了。对，黄豆粉，然后还最后在吃之前，他还在淋上红糖。可能他家人真有名的就会起拜，可是说看他的底下的哈，成都人是起拜很有。他们沾那个黄豆粉的口感比较不一样，口感吃起来比较粗一点点，对知道？台湾吃比较细一点，这个吃起来比较粗，细，比较扎实的感觉。因为工作的福利，本东校旅游的 Elvin 做得到世界各地去搞去体验人生。一转深度之旅，唔但将本人中意的只尝试，还加本人认识的一下的朋友 Angela。2年前就搬到成都，开始一个新的人生。Elvin 讲，没想到短短几年的旅程，使佢件人生的大转变。韩国有多年的旅行累积，你变做后，佢本意行到一条路的开始。哎，这是我们办公室。哦，你们好，不好意思打搅了，你们好。呀，地度哦，采光很好哦，哎，地下上班，环境真运动啊，你看它出去哦，那个风景很好。你这个大概是楼层是40层楼，哎，跟前面这条拱会吗？看到？锦江。锦江哦。对，请坐。好，哇，你们这边这样子。坐在这里看书，或坐在这里喝咖啡什么的，这样感觉视野开阔哦。跟像台湾啊，那旅游业也很兴盛啊。你没想过在台湾做旅游业，来到要成都做了？我觉得有分几点吧。台湾的旅游业比较饱和，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说来开这个新的市场，因为中国毕竟我觉得未来的很多的市场机会是在中国大陆。跟很多亚健公司啊，他带团的性质是带，主要是看野生动物，对，野生动物哦，对，就是去看大熊猫，四川就是看大熊猫，类似这样，黑熊，还有一些金丝猴，还有很多一些外面人都不知道中国有的野生动物。因为我们也有跟国外的那个 WWF 合作，WWF 的话，它是算是全世界最大保护野生动物的基金会，它是在中国的四川川西那边，还有资助一些针对当地人吧，资助一些项目，包括说帮你做一些天然气，利用譬如说猪吃完东西，它有那个它可以利用它们的粪便，然后做这个沼气，所以说当地居民呢就不用再去砍木。这时候就可以相对的保存当地的那些纸皮，就是把一些环保的概念对也带到不同的地方去，这样子。当你真正开始投入进去做的时候，你的心态上跟一开始旅游的心态上有没有什么改变？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做的时候你会想要让大家去认识这个野生动物，但其实这种推广，还有就是去做市场，这完全就是跟你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真的要去实践之后，你才知道说，还是很困难的。对，因为全世界这么多人在做环保组织，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做？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工程。世界自然基金会设立的目的就会推动世界保育、老自然资源的运作经营。1986年被邀请到成都来做太阳猫老虎身体的保护。老传统的旅游观念无强用是 ，Elvin 更较上爱的是大自然地度的纯粹。一下当好彩的是，寻到一份当上爱的条路，还有强用想法的同时，强下来了解一个当讲的土地。哇，大家都在准备了。对啊，木耳，对我最喜欢吃木耳了。是吗？要不要尝一下？好啊，吃看一个。试看一个。怎么样？酸酸的，加醋，有加醋，好吃，好像可以再辣一点，还可以再辣一点，我还可以再辣一点。你们平常中午的时候都是做一些什么样的菜？家常小菜，都是家常小菜，就等于是早上的时候做好带过来。对，会在这边先拌一些凉拌。
再做像这个凉拌。那你会不会常常做一些台湾菜？哎，比较少一点。你们有吃过他做的台湾菜吗？我煮的面，我煮的面有吃过，还可以了哈。今日天贴配咧，就是 NAD Alvin 的潘孔社，是都叫四川的家常菜，对不对？这样看过去都是你们自己准备的家常菜。你们平常上班的时候都是这样自己准备一道菜，然后大家这样大家感情会很好哎。哦，我们吃的碗都好大哦。对，我们吃碗都拿很大。对，这个就是方便。第一个呢，就在中国80年代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大家到了农村了，就看都是这种碗吃饭。碗越大可以夹越多，还是说位阶越大越多？村长的碗应该就是这样，对吧？对，位阶越高的他。那这个小老弟加入之后，我不晓得他是不是你们接触的第一个台湾人，就是说他进来上班之后，你们相处起来有没有不一样？艾文很勤奋，然后呢，工作也很敬业。那么我们需要，这些热爱旅游的人，真正的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旅游，去享受旅游，去把旅游中最精彩的一面呈现给。而且我觉得做旅游业最重要一点是人格特质。对哈，应该是大家人格特质要非常热情，就是热衷于这一件事情。对，因为你不喜欢，你不可能做好。只有你喜欢、用心，那么你才能够做得很好。因为我们之前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些国外的，就是留学回来的同事，之前来这里工作过，但是觉得好像那种思维方式，我觉得还并没有太多很新鲜的东西。像艾文来的时候，我觉得会带来更多开阔的视野吧，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它可能就会带来一些新的这些，让我们来分析市场啊，来做一些其他的规划。就等于是要把国外的可能一些新的思维带进来。对。有点跨文化成长背景的 Alvin， 無論係思想也係身體上，具有崇尚自由、流冒險的天性。喺工作嘅過程地度，老世界各地目標用文化人相處，免本佢得到當珍貴嘅友情。不過來就來到四川呢，無去看用咩嘅哦，就當場去北京無去看故宮香樣啦。一下就聽到 Alvin 親身去看呀各部嘅動物嘅風采啦。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你就會講給帶給外國的觀光客來做這個動物保護的，就是在一個地方嘅嘛。記得條框嚟咧，你上完入來呢，你看見嗱，第一排看到熊貓大便，好像番薯一坨一坨的。對，要完全不會出耶，那個是，也不會臭，完全不會臭哦，完全不會哦。带给外国的观光客来做这个动物保护的，就是在一个地方的嘛。熊猫义工的话，在全世界，应该说在整个中国，只有都江堰这边才可以做的。可以作为项目有嘛？也就是你要去帮你熊猫扫大便啊，等于是清理他们的反应按你就抽给他，对，收一下，对，它的圈舍，然后还有它的那个居住的那种半开放的那种地方。那我自己是认为说，这个熊猫的义工的项目的话，是我到目前为止我做到最有意义的一个项目。然后我现在心里非常的澎湃。董卿嘛，一看个大熊猫要帮他们去扫大便啊，帮他们种一些食物啊。对。然后屎的话，你就装在这个里面。那第一排看到熊猫会熊猫大便，好像番薯一坨一坨的。对。记得条框来咧，比上岸入来呢，你看见。然后它现在就是说，我们要把它打扫干净，它才可以进来。像呀，按一件啊，迄几多只熊猫来地下地度，除非有母子的，要不然就是一间就是一只，因为它们不算是群居动物，就是一只要一只这样。就喺地下第一套房啊，一3年一间。跟松拜讲啊，也带团啊，全部就係美國人啊、歐洲人較多。不是给他亚洲人来较少。对，我目前还没有带过华人团，都是全部都是欧美。所以说你也是我第一个带的那个华人。
真的啊！全亚洲第一个，我是全亚洲第一华人。对，各位观众朋友，我一群亚洲天才来所有熊猫的4个人。成都是太阳猫的故乡，为了提高人民对罕见物种和古生体的认识，都讲演集体除了负责熊猫的疾病和防治以外，去年要开始来试营运。是有人想要来参观，也係來體驗做義工，就做得透過旅行社來駐運。而體驗嘅過程地度，每做得學到知識，然後保育嘅觀念哦。亚维太熊猫啊，他们是在这里繁殖出来的，还是其他地方带过来的？这边的熊猫大部分都是那种海龟熊猫，海龟，海龟就会给它的本来。订蜜柜啦，订日本啊，对，你会给他政府就会送，就是说把熊猫送到国外，算是一种外交。对，那他们那个年限到就老给带进来啊。对，留学进来的啦。然后还有一些是受伤，在野外受伤，然后被送过来就是做医疗急救这样。因为每个基地他们的目的不一样，那像其他基地它可能是繁殖的，这个基地就是以救治还有疾病防治这样子。算是熊猫的中途之家的意思。这边熊猫大概有40只左右，40只没算懂多的咯。现在全中国有几多只熊猫？野生熊猫有大概1700只哦。然后对，那在基地这种繁殖培养的话，大概就200多只，200-300只这样子。对。等一下，你看这个要是用剩用某空用哦。这个是红萝卜啊，然后这个是吃竹子的，要完全不会出呢，那个是，也不会臭，完全不会臭哦，完全不会哦。你看，像这样讲好吗？像黑咖颜色的那个笋干一样。天灾老环境的改变，本野生的熊猫的数量少动多，也下伫四川由5搭熊猫保护的基地负责救出、保育和繁殖。不過，保育清明的目的就係本期亞地做得轉到自然和永續的生存。第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合作底下，去年搶嘅成都熊貓基地就養了13隻小熊貓的哦。也看到當中黑糖饅頭的東西用啊，就是其他特色的東西啦。這個叫做窩窩頭。窩窩頭。這是熊貓最愛吃的零食。其實它裡面放的東西都是人可以吃的。如果你要的話，你都可以嘗嘗看看。來偷吃一點。對，因為它是做好揉好之後，它會拿去蒸。用餅的用誒，要做等進去誒。來，來，花梨。怎么喂？要怎么喂？好来，走哈。来。你会糖发呢？走。口水一直流。这个是他们的点心。对，这样点心。一天吃几次点心？他们一天是吃4次。吃4次。所以主食还是以竹子为主啊，这个是点心这样。还被一下喽！你知道这个基地里面有很多国外回来的熊猫，有一只特别有名，叫做泰山，它从美国的华盛顿 DC 的动物园回来的。它在美国出生的，它那时候从美国要走的时候，美国人民都还在机场送它，都眼泪都哭出来了。然后他那个飞机飞回来这边之后，都陆陆续续有他的那个铁粉过来。这个农等一下，你爬在树的这些水母。对他们一天除了吃就是睡觉。像安尼个还有做动多事情，做义工做的去编给他服的啊，吼，还有去为己设给窝头啊，然后还有就是做这些义工的项目，做暗涌的事情哦，就是说保护大熊猫的这样子的富裕，像这样我们刚刚讲好像比喻它好像在中途之家，第总个他们应该是做的还蛮好的，对，在四川。他们政府对保育大熊猫我觉得是很积极的。最主要，他们保护大熊猫，熊猫它是一个旗舰物种。如果说你能够把熊猫给保护到的话，它栖息地上所有的动物都可以被保护到。最终的目的会老给野放嘛？对，这是最终目的。其实它一开始在保育的时候，他们会经历一些过程，譬如说他们生殖男、发情男，然后养殖，
这些都会他每一个步骤都要去克服，然后这些都克服之后，他们再把它放在所谓的半野化区。去训练它在野外怎么生存。中暗牛的地方算是半野放区吗？这种不算是，这种不算半野放区。半野放区，他们通常要野放出去，熊猫它不会跟人有直接的接触，而且饲养员都要穿熊猫服。真的假的？他们要穿那个头套哦。对对对，跟我们戴眼镜空间哦，那个可能是一般人不能够申请进去的。对对对对。也喺啲中國，也係幾隻世界保護教育就漸漸輸到重視嘅。透過表述用描述嘅方式，唔但將做啲感受體現工作人員嘅辛苦，還有做啲老國寶接權嘅機會，增進嘅當難得嘅經驗啦。經過營業照顧人員嘅體驗，Elvin 講我帶我去吃食深度青菜體嘅好料啦。哦，我也點出嚟啦。Elvin 帶我來試下乜嘢？火鍋一種係嗎？對，這個叫茄子串串，它是有點像是麻辣鍋，可是你是拿串好的食物下去滾來吃。哇，老師食快來了。哎，對，來試試看。就像人家吃火鍋，自己喜歡什麼來料？對，自己選。我們可以先選一些基本款的。基本款。對對對。什麼是基本款？就是牛肉串這樣。先從入門就好了。對對對。不要太進階，不要太刺激的。你的都就冇空幾道機哦。對啊。回爸的鴨，我們吃都是這樣吃的。對。回爸的鴨一種就拜用的，拜鴨用的。回爸的拿，一定拿幾道機。我大家介紹一下這些食材好了。我們通常會有說油碟跟乾碟。乾碟的話，這上面會有黃豆粉，然後辣椒面、胡椒。比如說你要吃的話，你就先這樣混一混。哦，要混在一起。對，混在一起。沒混一混。對對對對，混在一起。油碟係乜嘅油？就是芝麻油。芝麻油哦，芝麻油。然後這個把它。要的生麻辣鍋當中就會放到一麻油底。對，去辣。然後煮的時候你就直接，比如說肉的話，我們通常先吃肉，就直接放在一把一把，就跟那拜拜的。一把一把不用下意哦，還有過油冇？我記得油結黏咧，幾包全部都黏出來嘅。對，都滿出來了。成版啊，有看到嗎？嗰時候給他算錢就按你一幾多錢。他們現在因為要減輕工作量，所以有些時候他們就直接稱重，直接就是一把，然後他們稱上那個，然後看多重就算多少錢。稱鴨還重，還稱身體以後鴨還重，稱的竹子的以前對簽子的。大家吃完之後，他會把那個籤放在這種桶子裡面，然後你可以看一下後面很多人吃的都是。串串其實就會模仿嘅另外一種形式，也健康啲烘嘅度嘅記錄提會細點嘅，無過度嘅狀況，沙做啲感受濃濃百香嘅氣氛。起上一實踐拍鐵嘅火鍋，來到也聽錯冇錯啦。也下望到細也時間呢，就坐嫩嫩嘅，青蒿生米生嘅眼，用做啲變過機呢，全部不用下去，比較好賣。對，一次就是要這樣煮。Hello， 你好，我太太 Angela。哦，你好 Angela，我是阿霞。你好，你好。第一次來體驗這個哎，茄子串串。會被這個油嚇到嗎？我剛剛看到的時候，我就想說，這是我來成都或是來四川第一次看到這麼深顏色的油哎，之前都稍微紅一點點。因為它裡面有煮很多料，那些香料本身的顏色煮出來，就把那個顏色煮出來。對，顏色會深一點，外地人每次來可能會被嚇到。對，但其實味道非常好。我們來吃吃看好了。其實肉應該都好了啦吼。它這種牛肉的話是他們這邊的一個特色，因為它會事先用那個香味料把它碼起來，所以它本身是有味道的。它已經醃過了。對，已經醃過，再在這個湯料裡面煮的話，味道會更特別一些。怎麼樣？看你還蠻鎮定的。還蠻香的啊。真的嗎？不會辣嗎？其實這個是有點辣的。有了。後勁開始。好癢哦，我的媽！這什麼？這什麼？是按摩。這個夾子正面是讓你在你耳朵裡面。我覺得我剛才聽到了天使的聲音。還蠻香的啊！真的嗎？不會辣嗎？其實這個是有點辣的。有了，後勁開始。
它是慢慢来的，对对，因为它有跟黄成都人的步调一样。我脸是不是开始红了？有一点，因为它外面有一层黄豆粉，那个豆粉让你感觉不到辣味，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到我觉得很香，对慢慢辣味就起来了。哦，说起来蛮镇定的。开始了。一般成都本地人会过来吃，因为你看，在成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一般很多地方口味很好，当地人很喜欢的一些小餐馆，而它的环境就不会很好。像这种小餐馆里面，我们说外面停的车，可能从100万的车到10万的车到2万的车子都会停在旁边。对对对。因为如果没有本地人带的话，应该不太知道这里，或者就算走过来，可能也不知道要怎么吃，或者是不敢吃。对。鹅呀，最接地气的就是来吃这个火锅。之外有没有就是你来这边有没有适应上的问题啊？第一次来啊，每一餐都必定会拉，可是也不是说食物卫生不好，更多是你不适应。不适应啊，这个因为没有这样吃的这样，对，这样还没吃习惯。对对对，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我觉得我的工作也强迫我要去适应这个环境，因为我常常要跟一些开大巴的一些司机要沟通。他们都只会讲四川话，所以我一定要强迫自己听得懂。慢慢的，我才听得懂。但现在我虽然不敢说我会说，但是我听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阿坤雅跟勾心哦，应该很快就适应了。应该是这样吧，他的个性应该很快就可以适应当地。对，应该他在很多不同的地方生活过，所以说对个性、对新环境接受度是很高的。你也应该喜欢比较去一些有新奇事物的地方啊。对，一定去看一下当地。我觉得一定就像刚刚 Angel 讲，可能要一些原汁原味的吧。我不想要去太多那种观光客的地方。对，我喜欢这种很原，就是说你过来哦，这是真正原来。当地人都是这样在生活，都是这样在吃的，对，然后我就想要去感受这样子，去体验。旅行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4月13日到紐西蘭去奇斯蘭茶飯島，以是熱忱和對事物的好奇心，用清泉的氣力來看世界。Alvin 講，只要有一粒啲路向白嘅心想，就做唔得表態對旅行嘅機會。一下一段人生的經歷，就變做係其生命地圖嘅養分。每本佢有面對挑戰的應變能力，可能也就會旅行清珍貴意義啦。哎呦，要公園地圖要按多嘢坐在林場哦。对，这边是成都最有名的一个茶馆，叫鹤鸣茶馆。成都人的生活步调很慢，有点像台湾的那种慢活的感觉。我想带你来看一下这种成都的庶民文化。来，好，我们来点个茶，感受一下普通正常的成都人是怎么过一个悠闲的下午的。他讲真紧哦，就坐得要哈，这瓜子哦哈，柠茶。对，还有大排美油呢，佮像其他地方，喺下主头的饮茶较多，喺贵日的就会有人。这里的话，通常下午来的话人会更多，尤其出太阳的时候，这边的通常你要找个位置都非常难找。因为成都真的很少出太阳，很多公司的老板就会跟员工说，不然我们下午就去喝茶好啦，或者我们今天下午本来要开会，不然我们去改到茶馆去开好了，也是一样的。也太好了吧！这边上班中午是休息2个小时耶。6点钟？对啊，就是12点到2点钟。不都是这样吗？没有，最多大概就是1个小时，有时候可能只有40分钟。你吃饱饭就要开始，有时候是在看着电脑荧幕一边吃一边工作。哦，那太紧张了。我们在这边上班，中午2个小时休息，有时候还能去吃一顿火锅再回去上班。成都人整体的生活步调都很慢，大家就是比较热爱生活。你知道吗？就成都的茶馆有上万家哦。上万家。对啊，因为成都人真的特别爱喝茶。今天我们来这个茶馆是在成都最大也是历史最久的一家茶馆，90几年。哇哦，快100年的。我们那边讲是民国初年开始就有了。对。那你小时候也是常常会来茶馆吗？小的时候我会跟我外公会带我去喝茶。那个时候外公他们喝茶比现在还夸张，可能是早上去他会把便当盒带着，对，到茶馆去，可能去打牌，到中午的时候再热一下饭，吃完之后下午继续打牌。哎，你看到这个水瓶和桌子一样，感觉有历史感。对啊，好像那个老电影里面才看得到的。有人讲，成都是一个大茶馆，茶馆是一个小成都。饮茶唔但像是一种神法的习性，还有文化体现的代源。
伫布条按压嘅现代沙菲地度哦，满神法就变做喺成都特别的风景之一。来到亚威，你也对面应该的表满脚铺来感受一下成都人的吃菜生法，还有前沿的茶文化。就当初从你们讨厌讲的哦，成都迄只来就莫想一这位上司啦。你们之前是怎么认识的？他刚好是我表哥的朋友，我们3个一起吃饭，后来感觉好像还不错吧，对，互相感觉都不错，就印象就很好啊，对吧？就后来我们就持续互相在联系，在 Facebook 上面互相在联络。那联系了多久就决定我再个转来成都来看见？联系了半年多吼。对，有半年多时间。之后我们所有的约会都还蛮奇妙的，就是我们聊了半年多之后，我们又一起去马来西亚旅行。完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1年的话，我是到新西兰去1年打工。在新西兰的时候，他基本上美国2个月就过去，因为到纽西兰了，所以我们俩整个认识的过程全部都是一个跟旅行有关的。对。那像你认识了那个 Alvin， 接触了台湾的男生，你跟成都的男生比较起来的话，你觉得台湾男生的优点是什么？首先要长得帅啊，长得帅。就其实更多的，当然外表只是一个方面，更多的我觉得是性格上的。我觉得他台湾的男生吧，都很温柔，很有礼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吸引我的一个点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成长背景多元化，我们在一起去旅行的时候，我会觉得他视野比较开阔，然后整个思想会比较 open。常常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会给我很多启发。这个是我们能够一直聊天聊到一起，然后一直走到现在很大的一个原因。他点头如捣蒜呢。对。美国有名的作家 Andy Andrews 有讲过，一生人哦，青社会有2摆，唔是想按多就去做的事情。1摆係唔顧性命的愛情，1擺係講做就做嘅旅行。嚟啲 Alvin 兩公婆嘅神通哦，驗證嘅也噴發啦。因為旅行，前到生命地度嘅另外一半，向下成長，向下記錄世界，每本相互之間哦，有行下到幸福嘅可能。這個叮叮叮是掏耳朵的，你在台灣有見過嗎？這個是掏耳朵的。對啊。你好，先生，掏耳朵。是吗？反正第一拜看到那地公园底度也要掏耳朵。这个是你掏耳朵的工具啊？对。可不可以借我们看一下？哦，感觉很专业。这个最细的是做什么用的？这个是掏耳朵用的马尾。马尾。弄耳底，弄得爽爽。舒爽。我有听错吗？弄得爽爽的。对。好啊，我来试试看。师傅，你掏多少年耳朵啦？我掏了30来年了。30年了，哇！你有挖多少个？插出来呢。你要放轻松，好，放轻松。好痒哦，我的妈！你要想想。啊！这它弄得很舒服，你只要放轻松都会很舒服的。放轻松。嚟體育差唔多要2升眼，要3升眼。我不给你掏耳朵嘞。以前 CS 接的就是妈妈会帮你掏耳朵。小时候刚洗完澡，妈妈会帮你掏耳朵。师傅，我的耳朵干净吗？你的耳朵也不见得干净。不要录进去。他说我的耳朵不见得干净，其实还蛮舒服的。哇！一开始的时候很紧张。哇！很乱。你就丢掉了，让我看一下嘛。这什么？这什么？是按摩。他用这个夹子的振动去让在你耳朵里面按摩。我觉得我刚才听到了天使的声音，来自天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收尾的动作。哦，收尾的动作。ending。这个 ending。刚刚懂就有那个蝉飞进去耳朵的感觉，一只蝉这样飞进。第二位演艺师的师傅又本人喊做的苏耳龙，是四川藏游的一种语文化。等等社会的发展到以下就变做艺术，让技术用向下民间苏耳的。也向苏耳除了有清洁的功能，还有减压、和享乐的作用。喺讲到老传统哦，就听出去讲到名扬四海的四川菜啦。听讲也位有件用四川菜做主题的博物馆哦。哇，这个川菜也可以把它弄成一个博物馆了。对啊，其实川菜文化很博大精深的，你知道吗，陈翔？那个成都在2010年有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亚洲唯一的一个美食之都，哎，是哦，真的，在这个川菜博物馆里面还有陈列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的那一块奖牌。其实，在中国本地的话，我们也有4大菜系，除了川菜之外的话，还有鲁菜、粤菜和苏菜、江浙菜。就是川菜的影响力应该是现在在全国最大的，被接受程度也是最广的。一想到川菜，就想到麻跟辣。对，这个麻主要是来自于花椒，因为其实辣的话，在中国来说，有几个省市的菜都还挺辣的。四川的菜就是麻辣、麻麻辣辣的，因为我们会习惯在做菜的时候加到花椒这个调味料进去。哎，这是老式的厨房哎。对啊。这个跟台湾的像吗？因为我在很多地方看到过这种中式老厨房，都长得好像基本的结构是差不多的。对，这样子这边有2个锅，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有的人家以前会用来给猪煮饲料，然后还有，当然我们自己也会有，比如人比较多的时候炒菜可以用这边。如果你要蒸饭的话，可以用这边的锅。哎，你在台湾，当中米煮也不是煮哦，还有。这边这个棚子要做什么用？上面会吊一些烟熏的腊肉啊，这些这个柴会从这里面放进去，烧的时候腌上去，就正好可以熏到这是香肠腊肉。原来是这样子哦，好聪明哦。然后这个也是一样的，因为这里有一个灶口，它的火和余温上来的话，可以把这个里面的水加热，可以煮水，是超级节能的。真的超节能的，古人的智慧很厉害。我刚刚看到有个东西特别好玩，我让你猜一下，你看。你猜这个是干什么的？这个，哎，它你觉得它是干嘛的？哦，这什么？你没有先跟我讲，现在要怎么办？现在要怎么办？现在我要做什么？这个你们自己点，到给我点，快点，点上。哇！快跑，快点！到完了。快跑，快跑，快跑！会变小豆呢。你猜这个是干什么的？这个，哎，它你觉得它是干嘛的？装水果的吗？你想多了，想多了。没有，这其实是一个取暖的，因为在厨房里面，取暖。对，厨房里面这个柴烧完之后，它就会有一些灰，它是有温度的。对。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在这里面，因为这是一个瓦的形式，瓦是保温的，放进来之后，这整个就可以可以盖一块布，手放在上面可以取暖。暖包啦，其他都较太啦。历史长久的传菜文化，做得对转到秦汉时代，到的宋代就变做一则流派的。明末清初，那这位由米族经过欧族传入中国，就改变了盐蛋煮食的方式，口味就改变用鳖老辣为主的。川菜哦，一出就有一菜一格、白菜白面的名声，唔但将变做中国第一菜呢，行开扬名国际的中国料理。各位观众朋友。所以我们的7文亚的哦，哎呀，带等一下这个浴帽样子哦，其实为了要保持卫生，哎，一批要很多郫县豆瓣的制造区，所以我们身上的头发啊，或者是一些皮屑啊，要防止它掉进去，所以我们要戴这个浴帽。它这个是目前我们这里豆瓣里面最年轻的一缸豆瓣。加米哦，皮了，它都会辣椒味米的。它的辣味其实很浓的，因为它是2丁的辣椒放了很多，辣味还没有退去。我们一般是需要每天是翻2次，所以这样转一圈。对，每天2次均匀的翻搅，这样可以使整缸的豆瓣呢，让它充分吸收露水，一点一点滋润，加上阳光的照射，你们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讲这个郫县豆瓣，它是川菜的灵魂，对不对？川菜之魂。但是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来成都吃火锅，我们要用什么豆瓣呢？要做一个火锅底料，对不对？那个时候就需要用这种1年左右豆瓣，就年限越短的，辣味就越浓，就越鲜香比较浓。可是如果你们喜欢吃家常菜，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麻婆豆腐、回锅肉，或者是回锅肉，你们就要翻那边那缸的，您看一下，那个颜色比较深哎。是的，它的年限越久的话，色泽就越深一些。真的深好多。酱香味会越发浓郁很多。这个就不好翻了哟。给它劈起来吼，当中个透油的面呢吼，
因为它都是用黄豆做的，是豆酱香的，对，看起来是像酱香油或是酱油的那个香味比较多哈。为什么叫郫县豆瓣？因为这个豆瓣产自于郫县，你知道吗？为什么豆瓣放郫县做好吃，但如果你一旦放到哪怕离郫县很近的地方都不好吃呢？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一些做豆瓣的水什么的，你知道这个水是怎么来的吗？井水豆瓣的水不是井水，是来自于郫县附近的都江堰雪山水系雪水。哦，雪水是矿业这个矿物质嘛，下雪融下来的水，这样流过来，让我们拿来做豆瓣，味道格外的甘甜。到现在也还是。是的。然后这辣椒买回来过后呢，把辣椒洗干净，然后剁成用剪刀剪成小节，加入井盐，这样放在太阳下暴晒3个月。这个目的是为了去掉焦腥味。辣椒会有腥味啊？对啊，一个很浓烈的焦腥味嘛。所以其实这个步骤很简单，材料也很简单。郫县係啲成都市嘅西北區，因為配備某嘅自然條件，提供嘅清好嘅製作環境，就係有百年傳統製作技術嘅郫縣豆瓣。每本列做哦，係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自古注重米調和，用米為本嘅純粹料理，有嘅調味特有效果，含較豐富。也拜來就來到寶體嘅，就往外來點一下廚藝哦。你喺啲啊專業嘅做法，我嚟做真底下都講嘅川菜。好，我們來做這個川菜。那麼做麻婆豆腐的第一步是需要將豆腐放在鹽水裡，稍微煮一下，一來可以去掉豆腐的豆腥味，二來是豆腐煮過後呢，不會那麼容易的碎掉。所以需要先煮一個鹽水。鹽水，所以平常你做的時候，豆腐買回來也是要這樣鹽水煮過。對，不然它會很容易，待會兒在做的時候它很容易爛掉。對，這樣煮一下它更結實，待會兒吃也會更 Q 一點。那你最近吃到的川菜裡面，你覺得有什麼比較特別的味道，在台灣從來沒有吃到過的嗎？麻是吧？麻，對。我在家做麻婆豆腐的時候，最後也是會撒一層花椒粉在面上。麻婆豆腐的精髓是一定要用到年限稍微久一點的郫縣豆瓣，比如說4年的豆瓣。那麼先我們需要放入2大勺郫縣豆瓣入鍋。這豆瓣用油炒了之後，整個油就會變成紅油。開始慢慢變黃了。對。把這面稍微炒一下，炒出辣味，再用漏勺將我們剛鹽水煮過的豆腐，這樣全部都盛到鍋裡面來。啲清朝起司嘅麻婆豆腐，做嚟講係清有名嘅一出川菜。麻婆豆腐嘅特色係比辣、sau嫩、酥、香、刺。郫縣豆瓣哦，就係佢嘅靈魂。也看起來當簡單嘅食材，料理起來又是非常麻煩嘅。也出啲是當久嘅傳奇美食，真嘅係冇騙人嘅啦。真正四川的這個雞丁，它真正的味道應該是怎麼樣？就是荔枝味、胡辣味的融合，風薯感就是甜酸味。對，有甜甜的、酸酸的，有一點點辣味。這是什麼？你沒有先跟我講，現在要怎麼辦？現在要怎麼辦？現在我要做什麼？這個你們自己點嗎？還是我給你們點？我來。要放久了是不是？倒給我點，快點，邊位上？哇！快點！倒完後，快炒！會變小豆哎！快炒！哇，感覺自己馬上成了。這個從來沒有。你沒有被燒到嗎？沒有哎。好香哦！這個時候的甜香味就非常明顯了。我這次來啊，最有成就感的是做到這個宮保雞丁。可是，在全世界我也有吃過不同的宮保雞丁，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味道。嘗下四川的味道是怎麼樣的？好。鴉片的口感真有較甜哦，它這裡口感真的又比較甜，我覺得。這會比台灣還的嘗到的更甜嗎？因為宮保雞丁確實就是一個味道偏甜的菜。偏甜的餐。呢是呢作為麻婆豆腐。你嘗一下，跟你平時在台灣吃到麻婆豆腐味道一樣嗎？哎，吃起來跟台灣的真的不太一樣。台灣的生氣肉會按的有點酸酸甜甜的感覺。最主要的精髓就是那個豆瓣醬。一定麻婆豆腐的精髓就在於豆瓣醬，一定要熬出紅油來。所以包括最後菜整個的顏色和吃起來的口感都來自於這一勺豆瓣醬了。食物上次唔單止係食飽再空天天，更加係心際嘅安慰。也對於從研透天就旅行各地專食美食的 Alvin 來講，本月清難忘嘅哦，就係一碗簡單的舀麵，因為佢係福建人留本期清溫馨的美食。我想美食對佢來講唔係是個簡單的食物，
係其生活和情感的寄託。就是食物能够让你勾起，就是你想家的时候可以一解乡愁。一解乡愁。这样，食物是真的蛮能够把人一下就带回那个场景。对，跟你可以是来成都，跟黑来聊诶，你压在地下生活嘞，一开始应该没有想到过吧？会来这边定居，完全没有想到过。想说只是，我会想说过来工作，但是我没有想到说会过来，然后结了婚，然后才发现到人生怎么走到这，突然间走入这个婚姻的家庭的一个阶段，就到了这一步，好像突然之间好像就成家立业。哦，对。所以这不是你原本的计划里面，原本的在这个年纪里面。对，原本想说就是先做事业嘛。对。你有想过你会嫁给台湾人吗？人生有很多不能意料的、你不能预料的一个事情。你们有没有生小孩的打算？有对，这2年。大概是这几年的计划吗？对，这2年的计划。因为我们目前工作也比较忙，但是我们计划说看这2年吧，今年和明年希望说可以。那你未来的计划就是除了生小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因为我目前现在做的是生态旅游这一块，我常常带老外过来中国看大熊猫。我觉得，因为毕竟我的家还是在台湾，我也希望说，当我有时候听到老外，我会跟老外介绍说我来自台湾，他们常常会认为说台湾就是一个半导体之国。我常常会在跟他们在讲说，台湾其实还有更多的自然之美。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一块展示给这些外国的一些朋友。未来我也很希望说能够有把一部分的工作重心搬回去台湾去做。那这样子的话 ，Angela 就变成以后就是有一半的时间在台湾，一半的时间在成都。对，就是因为台湾对外的旅游推广的重点不是在这一块，所以他是希望未来他现在做的这个生态旅游这一块能够。他想作为台湾人，他特别想把台湾的美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我自己是觉得我很支持他。佢像啊，按后生16歲就出去讀書嘅，佢沒有使過動到地方啊，去日本啊，過了成都，按到地方。家對你的定義？在美國我念了8年書，對我來講。我住的地方，我居住的地方，就是我的一个家。譬如说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在美国，那时候我就认为那边就是我的家 ，LA。我现在在成都工作，我跟黄丽在那边就组个家庭。我认为说这就是我的家，但是我的根还是在台湾。然后我也希望说他可以常常回去台湾这样子。博下係人類永遠的向往，係變成夢想的搖籃。但另外種10多年來，細個按多無強樣的嘗試 ，Elvin 親面獻出落腳成都。新的家庭俾本佢唔是個奔波，面對未來，佢3萬逐夢，重拾自家。感謝 Elvin 分享一個夢想和初心，每本也都重新發現生活的美好。原來幸福一切就啲順風，唔使離開過。